哦，1958年，民国47年，民国47年，民国47年哦，有个载甘蔗的火车头，你看用蒸汽的，用蒸汽的，你看蒸汽哦，烧炭用蒸汽的，蒸汽火车头，西宁糖厂哦，台糖的。哦，这个叫西宁铁道农园区啊，台糖的西宁铁道农园区，台糖公司农园区，新区处，西宁铁道农园区。那个声音是南边有南光中学，哦，西宁糖厂有没有看到远哦？哦，坐五温车在前方那边，哦，大榕树，你看树头。树干啊，好多人抱哦，哦，好大棵的榕树，然后卖那个东西的在前方，卖东西的在前方这边，还要买有机肥料，车子这样开，往左转，到那个骑楼那边，2楼的那个新建筑的骑楼那边。要先进去交钱，然后再有机肥料，元宝好像120块哦，20公斤的。